干这个吃些脏吧的。这一次在这个做那的新来人特指导，那你们人那是那个特指，那别说那哈你说的是个，但俺昨天呢，新人特指过来的，你们人那是那个那新鲜人吧个的，这个看了嘛是干这个产的，才到个价格上嘛个地位要的，这是才能这可说了，我这说是这个，所以起码吃这个。总比个做当，总比个来动，他这个总比个节日的恰送的，做我这做这个做对的。第一呢，我这些是都得说呢，得从你那些呢的，是路个没那么这个我们个总把高牛去的要的，的呢总把个来动的，他的节日都沙律的，得着就么是没新鲜么啥，得说了怕总把的这个那个的，你这个农民人天气总把年穷，他的咱们的这个农民这个干这个总把那些呢。天农人他们没人开个来都得打七些脏吧的啦，七些脏吧个来都得有7-8个不同的来都是点的进，就是我这个工作了比恰查做不干这年了，我这做这个打不干什么来说。那你这嘛了创造个第三都不干也呢，干这个七些脏吧那些呢，是来查的那我懂的，七些人都的亲戚打懂的，就是出马了，要小时候给陪我干事些，这些嘞。